迎各位嘉賓、評審團、老師、參賽同學嚟到由卓見名家傳媒主辦、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贊助嘅2020至2021學年福有詩書全港小學校際中國語文常識問答比賽。我係今日嘅主持范夏娃，以及我嘅拍檔陳家偉校長。今日嘅評審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榮譽教授何文匯教授，以及文卓飛社長。而今日出賽嘅小學包括荔枝角天主教小學、海壩街官立小學以及馬頭涌官立小學。今日嘅比賽分兩個環節，包括必答題環節同埋搶答題環節。首先進行必答題環節，順序作答嘅係荔枝角天主教小學、海壩街官立小學、馬頭涌官立小學。每隊有底分100分，每題有10秒鐘作答時間，答中可以得到20分，答錯或者棄權係不扣分，亦都不設補答嘅。若果答對咗嘅題目，額外呢，所有題目呢，額外呢係會加30分。咁我哋一共有54間學校參加呢個比賽，所以今日先至係啱啱開始初賽。咁都係有機會勝出嘅咧，就會參加第2輪嘅比賽。咁啊，輸贏唔緊要㗎，大家咧就努力嘅表現。咁咧喺過程裏邊咧，喺唔同嘅學校可以互相切磋，咁啊知道咧原來係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自己諗住自己中文都好㗎啦，原來其他學校咧仲有啲仲叻嘅學生。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砥礪嘅機會嘅。好啦，事不宜遲啦，我哋咧就比賽馬上開始。今日好難得請咗何文匯教授咧嚟做我哋嘅嘉賓評判。咁喺完咗個比賽咧，佢會講一番説話咧，勸勉大家咧好好學好中文。咁啊，將來咧係喺社會上咧有好好嘅發揮嘅。咁多謝大家，謝謝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開始比賽啦。第一題，在老子中有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一句，其中信言是指什麼 ？A. 真實的話 B. 簡單的話 C. 詳盡的話。請作答。 A 答對，加20分。下一題，在論語顏淵篇第12中，顏淵曰：回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其中不敏是指什麼 ？A. 粗魯 B. 衝動 C. 遲鈍。請作答。答案係 C。 答對，加20分。下一題，請睇大螢幕，無字嘅部首係邊一個？請作答。 C。答對，加20分。下一題，在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中，春花秋月何時了中嘅了係以下邊一個意思 ？A. 明白 B. 結束 C. 聰明。請作答。答案係 boy。 boy 係啱嘅，加20分。第8題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，係春秋戰國時哪一位思想家提出嘅學說 ？A. 孔子 B. 老子 C. 莊子。答案係 boy。答對，加20分。第9題，小李杜係唐朝詩人李商隱同埋邊一位唐朝嘅詩人嘅合稱？請作答。杜牧。對，加20分。第10題，白居易係以下邊一個朝代嘅人 ？A. 唐代 B. 宋代 C. 清代。答案係 A。正確，加20分。現在由海壩街官立小學開始作答。第一題，在《戰國策·魏策4》信陵君殺晉鄙救趙嘅故事中，信陵君拯救咗趙國，趙王十分感激，並親自出營。因此，唐雎向信陵君表達咗什麼忠告 ？A. 施恩不忘報 B. 三思而後行 C. 不要過分謙虛。請作答。 A 係答對嘅，加20分。下一題，
在《論語述而》中，子曰：飯疏食飲水，曲肱而枕之。樂亦在其中。以一句中，其中曲肱而枕係指什麼 ？A. 彎曲脖子瞓覺 B. 彎曲膝頭哥瞓覺 C. 彎曲手臂瞓覺。請作答。 C。 C 係答對嘅，加20分。下一題，下列哪一個成語形容貪玩懶散、無所事事的樣子 ？A. 置諸度外 B. 遊手好閒 C. 悠然自得。請作答。 B。 B 係答對嘅，加20分。好，第6條，張孝祥嘅《念奴嬌·過洞庭》中，晉給西江，細着北斗一句，其中北斗係使用咗以下哪種修辭嘅方法 ？A. 借代 B. 暗喻 C. 借喻。請作答。 C。 答對，加20分。第8題，以下哪位詩人有隱逸詩人之宗嘅稱號 ？A. 陶淵明 B. 王維 C. 孟浩然。請作答。 A。 答對，加20分。第9題，中國最早嘅一部詩歌總集是《詩經》。《詩經》嘅作品咧喺性質上係分為3類，分別係風、雅同埋咩呢？請作答。國。答錯嘅，答案咧係頌。好，第10題，喺《左傳》中，曹劌論戰嘅敘述係哪兩個國家之間嘅戰爭 ？A. 楚國同埋魯國 B. 魯國同埋齊國 C. 齊國同埋楚國。請作答。 B。 答對，加20分。而家有請馬頭涌官立小學開始作答 C 組嘅題目。在孟子中，孟子談論大丈夫嘅特點時，提出大丈夫該具有嘅美德，就係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請問其中移是指什麼 ？A. 改變原則 B. 移動居所 C. 更改習慣。請作答。 A 係答對嘅，加20分。下一題，下列哪一個成語比喻做壞事、帶頭發起惡劣風氣嘅人 ？A. 無惡不作 B. 始作俑者 C. 為非作歹。請作答。 B。 B 係答對嘅，加20分。下一題，白居易嘅《憶江南》沒有提到以下哪一種景物 ？A. 故居 B. 江邊的花 C. 江水。請作答。 A。 A 係答對嘅，加20分。第7題，孟浩然嘅《春曉》裏邊，春眠不覺曉嘅下一句係乜嘢？處處聞啼鳥。答對，20分，加20分。第8題，以下哪一項不是《左傳》一書擅於記述同埋描寫嘅內容 ？A. 風景 B. 人物 C. 戰爭。請作答。答對，加20分。第9條，老子和莊子係道家學說嘅兩位代表人物，後世將佢哋並稱為什麼？請作答。答案係老莊。第10題，唐代詩人杜甫曾親自經歷以下哪一場嘅戰爭 ？A. 安史之亂 B. 黃巢之亂 C. 官渡之戰。請作答。 A。 答案係正確嘅，加20分。完成咗呢個必答環節啦，我哋而家係公佈下分數先。
荔枝角天主教小學咧係280分，海壩街官立小學係220分，馬頭涌官立小學咧都係220分，非常之激烈嚇。跟住落嚟咧就進入搶答環節啦。搶答環節10分鐘內回答20條題目，5秒內咧不作答當作棄權，答對可以得30分，答錯或棄權扣20分。若首先搶答隊伍答錯或者棄權啦，其他隊伍可以補答，答中可以得20分，補答答錯或棄權扣10分。第二題，喺孟子義子學譯嘅故事中，有衛士其致伐若愚，若非然也，一句當中使用以下哪種修辭方法 ？A. 曾遞 B. 反問 C. 設問。答案係 C. 設問。下列哪一個成語係比喻陷入孤立無援嘅困境 ？A. 火上加油 B. 四面楚歌 C. 天羅地網。馬頭涌官立 B 答對加30分。第九題，下列哪一個成語形容危險不安嘅事情雖已過去，但回想時仍有感到害怕呢？ A. 心有餘悸 B. 心慌意亂 C. 毛骨悚然。荔枝角 A 係答對嘅，加30分。第10題，偽字嘅部首係邊一個呢？請看熒幕作答。荔枝角 C 係答對嘅，加30分。第11題，姜字嘅部首係邊一個？請按熒光幕，請作答。荔枝角 A 答錯嘅，請補答。馬頭涌田請答 A、B、C。 B 正確嘅，加20分。第12題，《詩經·魏風·石鼠》一詩裏邊，石鼠石鼠，無食我黍，三歲貫女，莫我肯顧。中嘅貫字係以下哪一個意思 ？A. 養活 B. 贈送 C. 報答。養活馬頭涌養活養係啱嘅嚇，咁係加30分。第13題，喺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中有亂石穿空，驚濤拍岸，捲起千堆雪一句，其中捲起千堆雪使用咗以下哪一種修辭方法 ？A. 借代 B. 借喻 C. 以物。答案係 B. 借喻。第14題，喺《詩經·采薇》中有行道遲遲，載渴載飢嘅一句，遲遲係以下哪一個意思 ？A. 曲折 B. 緩慢 C. 崎嶇。荔枝角 B 正確，加30分。第16題，哪一位詩人嘅詩作被蘇軾譽為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？請作答。時間到啦，正確答案應該係王維。第17題，古詩19首屬於以下哪一個類型嘅文學題材 ？A. 五言詩 B. 四言詩 C. 近體詩。請作答。馬頭涌 C 係答錯嘅，扣20分。請補答。海壩街 A 係答對嘅，加20分。
第18題，以下哪一本著作係道家重要典籍 ？A. 孟子 B. 論語 C. 老子，請作答。荔枝角 A. 論語。係答錯嘅扣20分，請補答。馬頭涌 C C 係答對嘅，加20分。唔好意思，時間夠啦。咁我哋完成咗呢個搶答環節之後呢，我哋再報一次分數啦。現在荔枝角天主教小學呢係380分，海壩街官立小學係250分，馬頭涌官立小學係310分。荔枝角天主教小學呢係出線進入第2個回合嘅。咁我哋而家呢，亦都係有請何文匯教授呢，為我哋做一個簡單嘅總結。我諗起我小學嘅時候，可能唔及佢一半，所以佢哋日後嘅成就一定比我大。腹有詩書呢，我諗第一件事就係要記誦，佢哋嘅記誦能力都相當強，所以學係好重要。但係純學，如果我哋將學當做記誦呢，我哋唔好忘記跟住要做咩呢？就係要思啦。記咗啲嘢就要思考，思考發覺都係有所不及，於是又繼續學，於是學而思，思而學，咁自然就會有成就㗎啦。今次嘅比賽非常之激烈同埋精彩，恭喜荔枝角天主教小學晉升第2個回合。亦都非常欣賞海壩街官立小學以及馬頭涌官立小學同學嘅努力參與，感謝各位參加。